呢段影片咧，最主要係講解 WordPress 其實係可以好方便使用嘅。有時啲外貿公司咧，經常就會係用 Shopify，就覺得 WordPress 好難去應用。咁但係其實咧，WordPress 個後台，只要你了解咗佢一般嘅設定嘅情況咧，其實都可以好方便使用嘅。咁我今日咧用少少時間去講講 WordPress 個網站嘅後台點樣應用啦。下載咗 WordPress 之後咧，你會見到個界面係咁樣嘅，呢一個係最基本嘅 theme 嘅界面啦。咁之後咧入到個 dashboard，好入到去，其實你可以拉落嚟啦。見到英文版嘅話，你唔習慣嘅，你可以轉翻做中文版。好，去設定嗰度啦 ，General。咁跟住有個叫做 Size Language 嘅，你選擇翻。好，大概係啦幾秒鐘度咧，佢就會轉咗做你見到左手邊咧，所有嘅工具欄咧就變咗做中文版噶啦。咁一開始啦，我先講解個設定嘅位置先啦。咁設定咧，你可以控制佢個標題名稱啦。其實呢啲位置其實可以唔輸入噶啦，咁係只係講解翻你個網站係做咩啲描述嘅啫。咁之後亦有其他位置都可以位置去填寫嘅，就唔需要用呢個地方填噶啦。咁淨係留意翻個網站標題啦。咁另外啦，係語言嘅界面呢度做操控啦。咁另外講翻呢個網站嘅時區啦，因為其實呢個時區都好重要嘅。如果你本身個網站係喺國內嘅，甚至乎可能係喺韓國嘅，咁你都可以自己選擇翻你指定嘅位置嘅。咁對於個 SEO 嚟講，其實都有幫助嘅，因為你話俾 search engine 聽你個網站屬於邊一個時區噶嘛。好，咁假設呢個網站係上海嘅，咁例如係時間嘅格式就冇乜特定要求嘅。咁設定好晒之後咧，撳翻個儲存啦。好，第二部分咧，你可以了解下佢嘅文章啦，即係例如出啲可能消息啊、活動消息啊，都會喺度會展示嘅。咁叫做新增文章啦。咁有啲位置亦都係喺個文章裏面咧做啲分類啦。咁例如你啲活動係屬於係最新發放嘅消息嘅，或者係啲活動優惠嘅，都可以先喺裏面做嗰個分類嘅名稱先嘅。好，媒體意思咧就係喺呢個網站裏面有咩圖庫去需要使用嘅。咁假設我做一啲嘅圖像啦，我 upload 咗上去之後咧，咁呢個圖片咧就係喺你網站裏面嘅空間裏邊上傳咗上去㗎啦。咁你日後可以見到佢嘅呢張圖片嘅大細啦，個連結嘅位置啦，咁同埋上傳日期嘅。好，咁另一部分啦，你都可以去，如果假設呢幅圖唔要嘅，你可以直接撳咗永久刪除，咁就 delete 就可以㗎啦。好，之後個位置叫頁面，頁面咧就係操控翻你成個網站成個架構嘅位置嘅。咁舉例，而家呢一個位置係個係啦，呢個就係呢個頁面嘅連結啦。係啦，如果我需要新增一個文章嘅新增嘅頁面嘅，咁呢度新增頁面。好，咁我假設我俾個新嘅頁面佢啦。OK 啦，咁打幾個字上去啦，發佈咗佢，見佢頁面已發佈咧，出翻去啦。咁你見到一個頁面新增咗出嚟啦，叫123嘅，係啦。咁上面已經多咗個新嘅 page 㗎啦，好簡單使用嘅啫。咁當然啦，你要設計得佢靚嘅，咁就花更多嘅時間啦。咁我可能下一節咧就會講解佢一個嘅安裝咗一個 page builder 啦，即係建網嘅系統啦。咁佢會可以唔需要編碼嘅話咧，逐個嘅插件咧組裝上去咧，就可以形成一個好靚嘅網站㗎啦。好，咁我下一 part 要再講翻啦，一個叫外掛啦。咁外掛嘅意思就係你可以幫個網站新增一啲功能，例如可能舉例啦，普遍外貿公司都會用嘅一個叫 WooCommerce 啦，即係啲支付系統平台啊、網站商店嘅系統嘅平台啊。咁你可以喺度撳安裝外掛，係啦。咁好多外掛可以新增㗎啦。咁有啲係免費嘅，有啲係需要付費嘅，咁視乎你要求程度啦。咁我或者有時間再下一節會講解常用嘅插件啦。好，再落去啦，有一個位置叫使用者嘅。使用者咧，即係邊一個
用戶係可以去操控你個網站嘅後台嘅。咁我假設我新增一個使用者啦，俾個名稱佢啦，係啦。咁例如佢嘅密碼啦，佢嘅權限啦，你可以去設定翻㗎。佢係淨係可以閱讀啊，或者係可以淨係出文章啊，佢可以編輯網站嘅資料啊，或者係全權就叫網站管理員。咁你新增咗之後嘅話咧，好，咁佢呢個郵箱嘅話就可以操控你個網站㗎啦。好，另外下面啦有一個位置叫做設定啦，啱啱所講啦，啱啱之前都有提及過呢一個位置啦，係啦，咁佢個時區啊、網址啊、標題都可以做設定㗎啦。咁下面寫作呢啲就好少會操控嘅。閱讀嘅話咧，可能有個頁面嘅個主頁裏面，你係直接輸入去，佢會出現一個文章頁嘅。但係你想如果係一個 home page 嘅位置叫123喺個位置點樣設定咧？你去翻呢個靜態頁面，揾翻一個123嘅 page 位置，咁撳翻儲存，咁啊即刻設定咗咧123呢個 page 咧就係主頁啦。所以呢個位置必須要使用嘅，係啦，留意翻啦，係設定裏面嘅閱讀靜態頁面就設定翻個123為首頁嘅。好，咁其後啦，一啲叫永久連結啦，咁你可以用翻呢啲網站裏面常用連結嘅名稱啦，係啦，咁呢個都重要嘅。咁普遍嚟講，初學嘅話，我哋會建議用翻啲文章名稱就可以啦，咁就簡單啲。咁個連結裏面咧，就可以喺度設定翻為英文，就唔好用中文啦，係啦，或者數字啦，咁就 search engine 嘅話咧，就容易更加方便收錄噶啦。好，咁大概一般嚟講，操控在呢啲位置啦。咁遲下再有時間會再講解翻嗰個 page builder 點樣使用啦。